建筑和人的生活有真密切的关系，对建筑物的形体会当看到生活、社会、文化，也有历史的分裂。台北市立美术馆举办展览，整理出台湾自建了后，咱的建筑风格是安怎发展的？红色的条仔甲金色的厝遐，踮伫咧基隆河边的圆山大饭店，起伫1973年，有真明显的中国建筑风格。隔一条基隆河的台北市立美术馆，起伫1983年。虽然设计的时候，国民政府要求爱复兴中华文化，但是设计者把中华文化抽象化，融入这栋白色特殊的建筑。比拼之下，通看出不同时代的建筑新美观。这段时间是台湾其实一个很矛盾的时代，有威权体制，也有这种很高速的这种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其实是在很多的力量的夹缝中去发展出我们这个摩登的生活。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迄时台湾接受美国援助，亲像起伫1963年的台大农业陈列馆，就有美国现代主义的影。所来，国民政府积极推设亲像圆山大饭店这款发扬中华文化的建筑。尾手接近现代，台湾经济快速发展，吸收欧美各地的思想，加上台湾的文化，开始有北美馆这款在地现代化的建筑。人们的生活和建筑是一个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常常只关注到这个建筑的实用性，或者是它的这个外观的造型而已。好。那却忽略了建筑它跟人、跟生活、跟社会、跟文化，甚至于跟历史的一个非常密切的一个连结。北美馆为2021年开始，邀请全台各地的建筑相关专家，整理台湾自建了后的建筑风格发展过程，拜六开始举办展览。北美馆表示，真侪民众对其他国家的建筑有兴趣，对台湾本土的建筑文化故事煞无看重。望透过这摆的展览，让大众了解台湾本土建筑参文化历史之间的关系。记者郭明林、玉凯台北报道。